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我係阿明姑劉浩明，歡迎收看福起來。觀眾朋友，係咪同阿明姑共樣過好吹料啊？其實我哋吹料嘅時候，唔係用嘅去記錄到你喺路上看到嘅風景啊，看到嘅心情啊，還有你自己有想到乜嘅東西。有啲人會寫詩文，有啲人大部分人會翕相。好，但是有啲人我要畫圖誒，把伊看到嘅東西、伊想到嘅東西全部地畫下來。你今日有想到嘅係，一路有一啲嘅都市俗聲語是講偏語來弄嚟現場，伊專門把伊看到嘅東西、伊想到嘅心情寫喺睇一本本嘅吼，我哋馬上嚟分享我哋偏語來弄嚟現場，偏語吼。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林佩儀。偏語提供，你看我哋今日現場有按多嘅人作品啦吼。對下我哋慢慢來講，看到有啲作品裡面都提供，伊都可以擺到東西，全部畫個暗講啊！你一直看到東西，全部用翕相誒。但是翕相時有時這你又可以到，但是你有畫圖嘅時間，好，你就可以把你最想看到嘅部分全部畫下來。但是我哋嗰種冇人能力嘅，但是我每下人偏語都係係用嚟開始學畫圖嘅。偏語同人講一下講，當初哪會去學畫圖呢？我相信大家小時候都很喜歡畫畫。那以我自己來講，我小時候就是會拿蠟筆啊，或者彩色筆畫在牆上，對，畫在牆上的那種小朋友這樣。然後牆上如果有貼壁紙的話，可能畫完之後壁紙撕掉，然後再畫第二層。對，然後小時候喜歡畫畫，然後畫在牆上，可是爸爸媽媽其實也都沒有太去阻止，對，所以就是培養出。從小就培養出畫畫的喜好，因為沒有人阻止，所以就會到處畫。然後我爸媽也會去準備那個有點像素描本的，對，素描本讓我們畫，因為不能一直畫在牆上嘛，對。然後畫素描本裡面，那畫一畫之後，從小其實應該是說從幼稚園就開始了，就可以拿筆開始。那小學一直到5、6年級的時候，因為國中有美術班。所以爸媽就想說啊，要不然小朋友去報名看看好了，而且又離我們家比較近，所以我們就學了畫，然後就去報名考試，然後就剛好就考上了，因為離家很近，所以就國中就是美術班，對，然後國中美術班就開始比較正式的接觸畫畫這一塊。那國中之後就比較沒有再畫畫了。那時候其實畫畫這件事情對我來講，興趣沒有比數理還大。我那時候就比較喜歡數學、數理，所以高中我就跑去考數理，那個算是資優班啦，就是數理班。所以我高中就去讀了3年的，應該說高一的時候是數理，可是高一讀一讀就覺得同學太強了，因為他畢竟還是資優班。所以就是覺得啊，同學都是天才型的，然後我這個就是只是有興趣的學生，就覺得可能不太適合，所以高中高2開始就又轉回去普通班。那之後的一直到大學都跟畫畫這一塊沒有太直接的關係，但是畫畫對我來講還是有興趣的，只是我可能沒辦法把它拿來當成比較專業啊，或者是我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升學。那因為有興趣的關係，所以我在班上大部分還是會擔任，比如說學藝股長啊，或者是同學生日啊，我們需要慶生，就是也許可以畫那個一個卡片，然後我就是負責這個部分。那學藝股長可能也是要負責教室的佈置。所以畫畫雖然不是我升學主要的一個目標，但是我從高中一直到大學，畫畫這一塊還是在我的求學過程中還是有佔有一席之地。咁但係反而即家大學係同醫生相關的課呢嚇？我大學不是，我大學是圖文傳播系。那圖文傳播系其實跟畫畫也沒有直接的相關的課程啊，或者是有相關的老師，所以那時候一樣跟畫畫沒有太直接的一些連結。咁但係翻，我做乜講？後來竟然要開始用拿紅牙畫筆開始畫圖一件事情。持續有在畫圖這件事情，一直要到算是大學畢業之後，反而是有持續在畫圖。因為大學畢業之後，可能就是覺得生活啊工作太無聊，我可能還是要去找到一個有興趣的東西，有興趣的事情來做。所以那時候就開始想說我喜歡畫畫嘛，那我就開始接觸畫畫。
那我有一次，我自己也喜欢看书。那有一次就在书店晃啊晃啊，都会去翻类似跟画画有相关的一些书籍啊，一些教学的内容。就刚好看到有一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他就画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对，就是只需要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能力来画。那他那里面就是365天，那每一天就是画一个小小的图。对，生活上小小的图，就也许只是桌上的一个小杯子啊，或者是你可能办公桌上面的一个小东西。那每天就也许花个15分钟，短短的时间，他就累积了一些作品。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有底子啊，我有一些基础嘛，那我为什么不自己去试试看？那所以我就开始再去翻出我的本子来，翻出我的本子来画。那一开始也许就也没办法马上就找回以前的手感，可是也是从小东西开始累积，一天一天。那我一开始当然没办法跟他一样啦，就365天这样进行，那个还是有难度。可是从简单的东西开始入手，对我来讲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慢慢的调整。咁後來有樣嘅去變成講我哋一開始講嘅，開始變成都市嘅縮小嘅藝術家咯。那我刚刚讲，我一开始是先从小的东西开始画。那小的东西，也许小杯子啊，一些小文具，画画就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就觉得画久也是会腻，因为笔怎么画就是那几种造型、这种类型。那一开始画简单东西，就开始去增加画面的丰富度。一支笔，然后开始越来越丰富，一组的文具，然后整个办公桌，然后办公桌画觉得不够，那我可能要画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景。那画大一点景之后，就觉得室内不够了，那我要到室外去。对，所以就是从简单一直开始到越来越复杂，室外可以画的东西就变多。那我就开始尝试的把我的一些作品啊放到我的部落格上面，那时候还是部落格，对，就放到我的部落格上面，然后跟大家分享。那东西分享久了之后，就开始有比较多有类似兴趣的人开始看到你啊，然后也许我们今天就可以一起约出去画画，对，然后就开始找了比较多同好一起。那我们一开始在路边啊，在外面画画，当然自己会觉得害羞啊，或是会觉得紧张啊，或是觉得害怕。那如果有大概2-3个人一起可以壮胆的话，你就可以在外面比较自然的画图。那所以我就开始从室内简单的东西，一直进展到室外比较复杂的景。你等於講，迄輪即個因為上班嘅好，然後要辦，因為看到朋友有做一件事情，如反正講以前人學過畫圖嘛，或者你把畫圖嘅東西慢慢從生活地步一直帶過來以後，慢慢地佢會發現，如果當你如強下，如果學一件事情，後來如變成強出嚟人也多，也個興趣也越來越大。但是我想問一下講，頭先我哋一開始講縮寫，乜講到縮寫喏？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觀眾朋友說明下縮寫嘅定義係乜嘢？那速寫來講的話，我們一般人最可以了解或最知道或最常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水彩，然後素描，那也許就油畫，那頂多就是在一個亞克力，那這些是比較偏媒材類的。但是速寫來講，其實這些媒材都可以用，但是你可以去根據自己的喜好選定不同的媒材。那速寫對我來講，我自己最習慣的媒材是筆，最簡單的一支筆，然後或者是簡單的水彩，因為水彩這些媒材裡面，水彩來講還是會比較機動性比較高，它不像油畫，我們可能需要一個很大的油畫架啊，需要拖油畫箱啊。水彩我們可以就是準備一些比較簡單精簡的東西來畫。那跟我們一般熟知的水彩畫來講，水彩畫的話，它也許畫面會比較大，你需要花比較多時間去經營你的畫面，畫比較多細節。但是速寫它可以很簡單的一個單色，或者是一些很簡單的色塊來畫。那這樣子比較方便的過程，比較簡化的過程，就非常適合我們在外面。對，因為我們外面也許當場的狀況沒有這麼好，那我們不太可能在現場花很多時間，一個下午在那邊畫。那尤其是在出門旅遊的時候，又更適合。所以速寫對我來講，它就是一個非常適合我們出外啦、移動來記錄的一個很好的方式。但是我相信觀眾朋友同埋同樣我有啲想法嚟講，咁你平常嘅話，比如講出去了，你畫嘅一啲圖，
你这时间是当场如果200完成哈，还是讲过去我的理工的时间，让去把个画图完成，还是讲过到台湾的时候能完成？可能要看当时的情况。对，如果说我当下很想画，可是时间又不允许的话，那也许我就是先用一些比较简单的线条，很快速的去勾勒我的外形。我先确定好我的画面里面有需要放什么元素，先确定好我的构图之后，那我时间到了，说时间不够了，那我就拍照。拍照之后再回去参考我的照片来上色。那当然，如果说你现场的时间是非常充足的，或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状况的话，那也许我就可以就是慢慢的把我的画面经营好。对，所以会根据我当下的状况来决定我要画线稿，或者是我要把它完成。那当然就是线条的表现跟颜色上色又有不同的组合。就比如说我线条可以很快速、简单的几个线条。又或者是我喜欢比较线条感比较重的感觉，我就花了比较多时间去描绘，用线条描绘我的细节。那上色可能就是辅助，对，辅助用一些简单的色块嘛。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比较随性，那水彩晕染那个比较狂放一点的感觉的话，对，那我线条就是快速的勾一些简单的线条，然后让那个水彩让它在画面上面晕染开来。所以就会根据我们当下的情况啊、当下的心情啊，甚至是你遇到了一些状况来决定我的画面。可是其实我的吹料时间，我们不单是可以用翕相来去留住这时间的一个过长的一个景色，其实我们也可以用画的嘞，就是下我对下我的外国多个精彩故事哦。欢迎过来，福起来嘅。上档节目我哋来宾偏义同人讲，以香港嘅都市地位改革嘅来画嘅图。我想请问一下吼，因为头先我哋已经有讲到讲，你睇呢啲地方嘅时间，你係開始用嘅去畫圖。但是問題係，我哋看到講，你即個畫嘅圖地位也會細節幾多，好細節幾多，咁你係用嘅去。把幾道東西睇畫個睇也會突發地方咯，因為可能現場嘅時間冇按到，過去嘅時間冇按到，能用嚟做一個時間方嘅調配咯。要記錄的話，像我自己比較習慣的記錄的呈現方式有本子或者是單張的圖。那當然內頁的紙材啊，然後呈現的畫面也會不一樣。那時間的調配的話，一樣，如果說我時間比較少。对，时间比较少，我要比较快速的表现的话，那也许我就用本子，对，用本子画比较小的图。那比较大张一点的图的话，通常都是我已经确定是我真的要针对这个画面来画。对，我确定要针对这个画面来画的话，我自然就会预留一个比较充裕的时间来画。所以有时候出门画图，我都会去带不同的纸，就比如说有本子，然后纸张的话有不同的 size。对，不同的 size 的话，也许比较短一点的这个比较标准的制式的开数的话，它就是比较适合画单一的建筑。对，那如果说我今天在路上看到这个门面或者这个店面觉得很特别的话，那也许我就适合这种比较短一点的开那个纸张的大小。但是我自己也很喜欢街景的感觉。对，就是比较像这种比较长的、比较横幅的，像这种的话就很适合画街景，它就不是只局限在单一的建筑。那我这个街景的话，也许我的时间就要预留更多的时间去画它，所以就会看自己想要表现的画面。咁像即個講呢，留嘅時間係留過來台灣畫，還是其實當時你都不睇嘅飯店嘅地方去完成一件事情？旅程中可以完成當然是最好的，因為你這樣變得如果沒有完成的話，回家就會有很多回家功課、回家作業要做，所以可以的話啦，我當然是現場把它完成。可是因為我們出去玩嘛，所以還是要顧慮到你旅遊的心情。像我之前一開始比較不懂得時間調配的話，我會覺得很像在趕作業，這感覺又有點像是我以前
学生时期的感觉。然后像比如说我以前学生时期有一部分没有继续朝美术这个发展，有一部分原因其实也是因为觉得有太多的成绩压力，我画一画可能就会觉得我可能想要追求更好的成绩，这会影响到我整个画面的呈现。那旅游一样啊，就是如果说我今天真的是为了要交作业的话，那整个画起来会不开心，那你旅行途中也会不开心。因为咱常常去旅行的时候，我感觉讲，要地方去讲，去地方去讲，咁唔用啊，去先讲，前面要画多种，画某个东西，然后某个时间画，安尼去用去决定下事情。要决定要画什么东西、什么题材，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比较偏好的一些素材或是一些元素是自己比较偏好。像我自己的话，旅程途中，如果说我今天也许是旅程的前一两天比较有精神的状况，那我当然是可以花比较多时间，专注力也比较够，可以花比较多时间选择一些比较复杂的景来画。对，选择一些比较复杂一点的景来画。那如果说我已经到旅程的中后段，玩一玩也会觉得累的话，那也许我就不画这么复杂的景，我就回归到本子，来画本子里面画一些小的元素。那我也有在画画，可是我可以让自己在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就是一边进行旅程，然后一边去画。去记录这些东西。好，但是讲你这个嘛去过国外几度地方嘛哈，但你这个最有印象的国家是哪一边？我自己最喜欢还是日本啦。对，因为像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作品啊，然后大部分都是有一些日本的元素，像日本就有很多木造建筑啊。对，我自己是喜欢那种木造有点旧的建筑。对，然后日本包含街景很漂亮，然后食物很好吃，对，你有大的素材可以画，然后你也有小的东西可以画。咁你係咪有畫個本嘅地步，畫圖係咪同人哋觀眾朋友看一下？像這個的話就是日本4國道後溫泉，它就是那個電影《神隱少女》裡面的那個溫泉的原型啊。對，是原型，對對對。然後我自己已經去過2次還3次，對。然後第2次，因為第1次沒泡到溫泉，然後第2次又跑去，然後那時候時間也是比較充裕，所以我就坐在它前面這個溫泉前面來畫，你就會覺得，哎，我進到一個電影的場景裡面，然後我又實際的根據自己的觀察，然後把它記錄到我的畫面裡面。可是也要畫圖，係全部當係在同時錄提完成的嘛？還是古來有讓古來畫好誒？這個的話，我是當場只畫了線條，我先畫了線稿，對，因為要走接下來的行程。線稿係咪都講我哋書房嘢東西？也一路我哋嘅線稿，線稿係用墨嘅筆畫嘅呀？是用鋼筆。是用鋼筆畫嘅。可是我開始畫以前唔會像我哋平常畫圖講會用炭筆啊，乜之類的，唔會先用鋼筆畫係咪？因為我喜歡鋼筆的線條，鋼筆是算硬筆，所以它線條會比較硬一點。像剛剛說的炭筆或者是鉛筆，它是算是軟筆，它的線條會比較軟或者是比較放鬆一點。那如果是硬筆的話，是我比較喜歡表現的方式。那所以我就會比較習慣線條就用鋼筆來表現。那鋼筆跟所謂的簽字筆啊、原子筆不一樣的部分，又是鋼筆我是用書法尖，書法尖就是有點翹翹的一個筆尖。用翹翹的筆尖的話，它可以這裡面都是用同一支筆來畫，對，用同一支筆來畫，它就可以有很細的，可以有很粗的。可是你等於講，你這個開始都比如講，你都要壓墨來講吧。等於講，你係沒有不用提呀，然後有一點個樣寫，有一點散文。等於講，我哋你畫個東西的一種前後同比例，一路已經提呀喺草稿裡面都全部先畫出來。可是我們幾買空啊，我都等於講，我先用我哋呢，壓喺鋼筆先把壓喺輪廓先畫出來以後，然後歸頁讓鬆實，係咪？對，像這張的話，就是現場先畫的線條，然後紀念章先蓋在旁邊。那回去之後上色，再把一些，比如說像日記，寫本子我會像寫日記一樣，把它記錄在旁邊。嗰時你等於講，其實也喺圖畫地步，唔單止有圖畫本身，吼，而話有當場，因為我哋常常地講，我哋日本嗰度神山地步有意呢嘛，啊，有到因為有一本譜嘅專門去熟悉嘅意呢，但是你看也喺圖
图画地方又有嘅纪念嘅种，然后又有图画，最重要还有以自家嘅嗰些心情，都等于帮人哋图画啦、文字啦，还有几时间人可以拿到一些纪念品，全部俾我睇下。咁係咪還有其他畫圖啊？有，像这个是比较大一点的景嘛，我觉得这一页我自己也蛮喜欢，这是比较小一点的元素。那现在乍看是看到很多白的嘛，但是这个是我自己在里面做了一些对小图的拼接，所以其实本子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延伸啦。那这个是我去参观那个妖怪博物馆，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元素，我就把它放到我的画面里面。对，然后这个旁边这一页是有风景，算是比较大一点的景。那一样我们会吃到日本刚刚说很多好吃的嘛，对，我就把它变成有点像小的一些小东西，把它贴在旁边。那会这样做是因为这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在写本子的时候就像写日记，把它记录在同个画面里面。因为我哋常常在翕相嘅时候，我们常常会因为我哋的风景过讲，我说我哋会翕过多相片，但是后来在整理个相片的时候，就发现到，因为画面太多，相片太多，结果咱哋一页都看下来，根本都唔係講緊你哋，可能只是壓個地方嘅重點去壓嘅，係某個東西。但是當中把人畫下來嘅時間，如果提講，今日哋睇下嘅博物館地方，譬如講也係我哋妖怪美術館。伊也要充電喺某個東西，係聽講我哋睇下也團旅行地方，我哋呢設啲某個片檔啦，吼某個地方有某個秘魯鬼後生啦，全部用畫嚟畫出來。等於把建議嘅充電路慢慢嚟睇，讓我哋畫面地方都本即個可以提供，我哋嘅時興一本搞某個東西。嗰種從咱哋畫下來嘅時間，都等於講海本可能時都全部可以提供，你嘅時。有讀到某個東西影響嘅某個層面，佢從哪嚟畫除了日本以外，唔係畫某個國家。就是除了日本之外，像之前有去過馬來西亞，對，馬來西亞也是一個蠻有趣的經驗，就是像那本裡面，對，然後像那時候去馬來西亞，我是去了檳城，它是世界文化遺產，對的一個舊城。像我們通常畫畫人看到那種地方就會覺得瘋掉，就很多東西想要畫，對。然後像去檳城，然後去了吉隆坡，那吉隆坡剛好是有遇到畫友，就是一樣是同好，對，然後也是也是一個蠻有趣的經驗，因為是畫友，所以他帶我們去的一些地方都是很好畫的，對，很好畫的一些點，所以我們就有花一天的時間去畫那些景，對，然後另外也是去了馬六甲，然後在馬六甲那邊就有遇到來過台灣的一個馬來西亞人，對。然後就是因為畫畫這件事情，所以我們出國啊，或者去其他地方都會遇到不一樣的人，所以就是覺得也是一個蠻有趣的經驗啦。因為其實比方來睇日本來講嘅話，我哋因為我哋台灣人對日本可能個熟，但是希望我哋喺東南亞國家時間看到嘅風景啊，唔講係食嘅東西啦，也建築物啦，同我哋都完全都冇同樣。其實我感覺到講，哎呀，有牙畫嘅牙畫，嗰種人嚟睇國外畫圖畫嘅按照國家。你這個有乜嘅？譬如講，我哋廣東朋友更加馬學唔講，喺不出去馬帶的比的話，長文唔講，我喺不出去按樣帶某東西啊，可能按畫圖的話。所以我覺得一開始帶的東西不用太多，像我自己一開始會比較貪心，剛剛說我想要帶本子，我想要帶不同 size 的紙張，對，一開始都會很貪心，什麼都想帶。但是出去幾次之後，你就會發現自己有某一種習慣，或者某一種偏好。你就會習慣帶某一些尺寸的紙，它通常帶出去就會畫到，所以久而久之就會去精簡我的東西。所以我會比較建議大家，如果出門的話，東西不要帶得太複雜，先從最簡單的東西開始。就也許我今天只帶一支筆，文具店可以買到最簡單的東西，先從小東西開始去培養你的習慣，就跟我自己一樣，越來越習慣之後，那你出門就會找到自己比較喜歡的媒材啊，然後紙張也好，再去做調整，會比你一開始帶了很多東西出去，覺得啊負重練習，帶太重出去之後，你就發現你的會降低你想要畫畫的意願啦。嗰種喺一般吼，我哋出去嘅時間其實唔單止帶隻 camera，其實有時間的話，你可以帶隻畫筆，吼，帶幾譜嘅，可以幫我哋看到嘅東西，你先睇要畫下來，然後下一點你自己其實心情其實安尼都好嘅。休息下哦，等下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哦。
翻过来复起来，一团节目我哋唱啊，等咧都市嘅熟悉艺术嘅片语，马上同我哋嘅节目嚟做一啲熟悉。片语你係咪可以同我哋嘅节目做一啲马上嘅熟悉啊？哦，可以啊。好，咁都麻煩啦。其實觀眾朋友，頭先我哋嘅片語同我哋建議講，我哋吹了時啦，吼，唔單止講可以帶我哋嘅卡梅拉，嘛可以帶一本寫譜嘅啦，吼，還有記筆啦，你可以把你看嘅東西，可以夾嘅地畫下來，還有寫下人家心情。從一本落去我哋片語，即加為伊嘅書稿。你看地板，你可以畫個講，我見面聽下哋嘅路行看到乜東西，可能睇啲咖啡店裡面，可能啲細模嘢睇個煮咖啡，然後我哋幾時咖啡店地板用嘅一啲東西啦，還有也為一啲。地包一法啦，吼，還有書嘅伊的作燈，還有一啲，但係從來我看到幾多嘅地方有嗰種貴些嗰種細點嘅，吼，幾長嘅細點嘅，啊，幾細點嘅地方可能你會買我哋買茶位啦，買咖啡啦，吼，但是嗰種用翕相嘅方法都冇辦法幫，強下把嘢嘅產品同一點嘅強下去翕下來，但是畫圖一件事情都可以做得到。其實有啲東西我比我哋去畫伊啲圖，去翕伊啲相，蠻過簡單。因為畫圖嘅地方可以把愛畫嘅東西全部一地方入來，好，你看，入邊佢弄嘢，但是全部用光邊畫出嚟嘅東西。嗰種其實我哋觀眾朋友可能同佢強樣講，我哋因為講畫圖一件事情嗰種幾難，但是下一擺我哋可以從我哋片語可以講嘅，對於啲細細事情開始嚟做，譬如講我哋畫一啲我哋。買多一杯咖啡啦，吼，無論買多一啲東西啦，我相信畫，好畫聽下哋咧半嘅地方，喺邊慢慢嚟一路一睇，我都可以畫，對唔嘅，吼，下個多嘅心情，但係東西都會變成我哋咧旅行地方，會講嘅一啲心情，會好嘅一啲安排聽下哋鋪嘅地方去。我想每一片嘢吼，從人哋見面睇畫台灣安多地方嘅時間。這個會想到講，每個都市有乜個目標嘅特色啊？台灣的話，我自己會喜歡有一點歷史感的地方，對，就是你可以在街上看到一點時間的痕跡。像我剛剛去日本，我就說我很喜歡那種日本的木造房子，但是其實在台灣也會有那種舊式的建築啊，對。然後像我到一個城市，我會特別喜歡去找那些有歷史痕跡的建物。像比如說我之前去嘉義，對，我就很喜歡嘉義市裡面的那個舊建築，所以我那時候去嘉義的時候就有去畫一些，就比較舊的木造建築或者一些木造的街景，對。因為我哋講啊，像比如講我哋高雄啊嘛，有幾多嗰種以前嘅日本時代嘅嗰種留下來嘅嗰種建築物，而家我哋而家高雄市嘛，把幾多我哋講哈馬星嗰片整理嘅規劃，嗰個其實嘛嗰度係有些看起來有年紀嘅，咁講說有年紀嘅話，其實喺我哋台南最有年紀嘅。像喺台南有畫過乜個東西冇？還記得冇？台南的話有，對。然後我覺得畫圖或是記錄這件事情很有趣，因為我們記錄的話是當下，其實跟攝影有點像，是記錄當下。然後像比如說我幾年前有去海岸路啦，海岸路那邊有去畫那個藍曬圖，那個藍曬牆，對。然後可是他也是過了一陣子之後，隔了幾年，對，他就搬家了，對，他就搬到另外一個園區。所以其實我們畫這些街景啊，或是這些建物，不只是去畫一些過去的那些街屋啊，或者是那些建築的立面，其實無形也是記錄當下。對，也許你過幾年，然後再去回頭看，那就跟我當初畫的或者當初看到的不太一樣。係，嗰種其實畫圖一件事情唔單止係做一個記錄，吼，但是可能也記錄係變成下一輩的歷史地方最重要嘅證據，因為可能當初畫嘅東西已經都被拆嘅，都冇畫東西。像我哋講，像我妹哦，偏人係一般的客人係咪？算是一半啦，對，因為我媽媽是嘉東那邊的人。對，然後我以前有去問他，就是說他，因為是阿嬷那邊，對，外婆那邊有一半的那個客家的。咁你反正對我哋，譬如講我哋南部六對嘅客家嘅嗰種風景有乜嘅印象冇？客家的一些風景啊，或是印象的話，老實說沒有到非常的深刻啦。對，然後像比如說嘉東那邊，就是我最熟悉的客家的聚落的話，就是嘉東了。對，然後尤其是我自己很喜歡嘉東車站出來，對，就是比如說蕭家那一帶，
那我之前就有花一些时间自己在那个聚落里面就是走走绕绕，那也是因为那一次的经验，然后我才知道这个聚落的这些元素啊，这些建筑这么的丰富，所以我自己是还蛮喜欢那个区域。要不然以前大部分都是比较偏观光客的心态，就是我知道这边有萧家的聚落。可是咱的意思讲，你係咪因為畫圖嘅關係，會不用去過認識嘅地方啊？因為我們畫圖勢必要經過觀察，然後你再畫。那畫的過程中跟我們走馬看花不一樣，就是你會停在一個地方，花一點時間來畫。所以我在畫的時候，不僅是畫之前會觀察，你在畫的當下也會觀察。所以我會因為畫圖這件事情，會更認識這個地方。咁你幫我還是希望講，繼續真係你若有時間跑，有機會嘅話，可以規動綠隊客家莊，同多留下一些客家莊嘅一些風景，同時這個嘛可以多認識綠隊客家莊。好。好，那我畫好了。畫好了，佢講嘅吼。咁從咱哋嘅畫來講嘅話，因為看上來嘅線條，唔係講人平常做素描啊，你可以測線條。而家線條其實該我講，該扭曲，如果你慢慢曲安尼。但對一般人來講嘅話，你係故意用安尼線條去表現喺面咯。對，因為就是衣服的話，它是比較軟一點的材質，所以你都會用一些比較扭曲的線條來畫。咁從安尼嘅角度來講嘅話，你這個會先觀察。哪一部分呢？係書風的圖法，還是給人的面相呢？會先觀察整個大致的輪廓，就是我今天的構圖，我是希望要畫什麼。就比如說剛剛你是在拿着本子講的，所以我就希望畫下這樣的姿勢。那確定好姿勢之後，當然是先從臉開始畫。先確定好我的五官、我的位置之後，那身體啊、衣服這些就可以用比較自然的線條去畫，就比較沒有問題。係，各位觀眾朋友，其實你這樣看到，其實按短時間你都可以畫出一啲按講的圖法，但是唔是講一天要畫到一槍嘅，但是你要比例錯嘅時間，你可以把當時這個看到的東西，你規格嘅去留下來。咁從下問一下嗬，假如我愛學畫圖嘅話，你這邊有可以課可以上嗎？有，我現在就是有從事就是教學的課程。你看，幾年齡層咯，學畫圖嘅年齡層咯。年齡層其實還蠻廣的，從10幾歲，大概國小快畢業的高年級的，一直到年紀比較大一點退休的都有。也都話問了啦，請問哦，畫圖有年齡的限制嗎？我自己是覺得沒有啦，而且可是那都沒基礎哦。很多人來上課都說他沒有基礎，可是又會跟我講說他從小都很喜歡畫畫。其實我如果想過一件事情，我偷偷談到這個講完，所以講其實畫個壁紅的時間，媽媽冇打，我其實想我完成我畫個壁紅，但是我就俾你打我一次。但是問題，可能我退休的時間，冇得講，可能有一天年紀的時間，我就馬上好畫圖，但是可能只是冇一啲基礎，咁能用來搞咯。沒有基礎的話，都會從最基礎、最基本的，比如說幾何形狀，我們每個人都會畫嘛，方形。然後三角形或者是圓形，就把一個複雜的畫面試着把它拆成這些簡單的幾何的形狀。而且我其實通常在上課的時候不會要求大家一定要畫得非常的像，就大家可以去根據自己的觀察，那也許你觀察到這個景是你覺得特別有感觸的某些元素，那你可能就比較針對那些東西來畫。對，所以同樣一個景，就算是一起上課，但是每個人畫出來感覺都會有一點不一樣。所以我們不是一般的那種畫室的上課的方式，會比較傾向讓大家也是練習去觀察，然後來下筆。那最重要就是不要怕畫，對，然後不要怕畫錯。因為人唔但是講唔好講希望唔錯啦，吼，其實對幾多嘅我哋講，我哋咧各個姐姐來講嘅話，以天嘅最強嘅講陽誒，譬如說陰影以及透視這部分，這個技巧有沒有辦法去解決？要學比較精準一點的話，當然是需要時間。可是，一開始的話，我們可以先一樣，就是從一些比較明顯、比較清楚的方式，比如說光影，那我們就先設定一個明確的光影，先練習你的影子怎麼去表現。那透視的話，我們一開始也不可能畫太複雜，對，太複雜的透視，那也是從最基本的正面的角度啊，然後開始跟我們畫的元素一樣，從最簡單開始，然後越畫越複雜。咁像你這個教學生嘅地步樣，這個有影響過程的嗎？
有一个就是大哥，他一开始来上课，他就说他只是想要找我聊天。等一下，那个大哥是指黑道的大哥，不是还是年纪很大的大哥？年纪蛮大的，对，就是也是好像快退休还是退休，对，他是对我的画很有兴趣，可是他就是只是想要来找我聊天，就聊关于画画这一块，对，可是他就报名我的上课，就是课程，然后一开始就先从线条，那一开始当然也是有点像是用鼓励的性质。他就画完线条之后，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先画线条再上色。他画完线条之后，他就说他要回家了。对，我们课程可能只有一半。我说 OK， 他如果觉得他可以接受的话，那好。那再下一堂，他也许就是线条有画比较进步，或是比较复杂，那开始鼓励他可以上个颜色啊。所以他连续几堂课下来，他都可以就是自己从线条一直到上色，他愿意去动笔。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他对他来讲是一个蛮大的进步，对。画图可能对几多人来讲，法如係完成佢創業嘅一個興趣啦。但是後來因為我哋工作嘅關係，我哋幾多人表現嘅興趣，但是佢們嘅偏嘅故事同人講，其實你如果表現的係把有機會，慢慢的對身邊嘅東西體驗過來。你就有可能有一日像一樣的，你可以唔單止帶住卡梅拉出去聊，嘛可以帶住你畫筆、你的畫譜誒，出去帶落去聊時間，把當時的心情、看到嘅風景全部都記錄下來。今日我哋可以感謝片嘅來到現場，同分享很多畫圖嘅故事。謝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下哦，大家聽下嚟欣賞了，認同認同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會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係親子瑜伽。安尼呢，大朋友可以邀請嘅新人呢，好邀請嘅全家人來同安尼同下來做瑜伽哦。同你準備好嘅冇？你看到我隔壁嘅阿晶，今日要來當示範小幫手，讓你請你放起來同安尼做暖身嘅哦。兩隻腳打開來，好，左偏右偏來做一個甩動，放鬆的身體，臀的身體，好，可以熱起來。好，鼓在中間，來訓練我哋呢野味來撈羊鉗呢，盡量撈太鉗一些咯，因為我哋等下動作噶，我用到野味，還有個背肌，好，所以我腿熱起來哦，那我們疏鬆哦。好，來彎片，好，請用你的手來保護你的野味。好，第二杯來做仰頭向後仰的動作。第前面，好，來再來第二杯，慢慢的第下面，好，手不用鬆，不用下來，好，左偏右偏甩動，不用鬆，不用鬆，嘿，盡量不用鬆，冇用力。可能先快秒到聽來嘛，不用鬆，像時鐘一樣，好，左偏右偏右，
好，慢慢的原背放起来。好，然後我嚟坐下來，好，慢慢的坐下來，下嚟壓胯練習哈，用一個翅膀用的，面對面，好，數不愛，好，慢慢的下來。小朋友可以好，慢慢的對安尼放，好，慢慢的放起來，更加來溫太寧，所以呢，第二背放往後拉，再放，好，再溫寧溫片。好，溫寧，之後不放，再放。好，如果躺到爸爸媽媽講哦唔可以，咁都冇幫誒，可以的話，你都可以幫他好拉筋哦。好，再來，好，來兩隻腳搭起來，好，而家。側彎腰，來側彎腰，記得胸口要看上面哦。慢慢的規張，彎片，側彎腰。好。所以呢，小朋友搭起來，好，搭起來，係媽媽愛下放來，來數，來爬條腿哦，一條，二，愛記得咯，莫太勉強哦，哈，三，慢慢的爬樓梯，還可以的話，哈，都比安尼都好誒，唔可以，唔是按多，安尼，好，可以誒，好，看看他的筋。可不可以承受？好，可以的話慢慢的往前爬。如果身體呢，身體呢經過滾圓，好有個滾圓都可以，好像好都可以都是樣挺耐下。好，盡量會打側1、2、3、4，做一個停留。好，慢慢的爬過去。好，兩隻腳合放來，同啊，嘿，兩隻腳，好，同啊，嘿，同啊，好，拍一拍。好，溫愛哦，溫媽媽哦，好溫太你呢哦，冇數本身你呢哦。好，你再喝杯先，身你呢再喝杯先，小朋友好聽喝杯。可能是可以讓佢先來下摸，好，1、2，好，慢慢的同佢綁，第二步綁，可能佢同動冇哦，有同動冇，好，數不愛，以為睇人啥唔可以，唔怕，冇勉強，都一片都好誒，唔感覺停留。一段時間，我可以做的話，再來慢慢的喺前面爬。好，咁停留，你感覺 OK， 在啲前面爬。好，來循序漸進的方式，冇太勉強哦。我再爬過去。
好，安能低前面，好，大口来，大口来，好，爬楼梯来，准备来，1、2、3、4，好，慢慢的爬过来，爬回来，好，两只脚下放来，通通啊。好，来趴着，蛇式。好，身体在后背一些，小朋友在后边。哎，好，趴着，好数，大口来哦，不用人家胸口两片。好，慢慢的吸气毛臀，跳起蛇式，从阳光撒样的。好，放起来，用个背肌跟腰撑上去，好，跳哪块手面。手掌要伸出来哦，好，慢慢的下来。好，再一摆哦，来1、2、3，放起来。好，试看的心，好，不用一扎数。弯片，好，慢慢的下去。好，小石头，来，脚，手放来，好，泡泡嘎，这个泡泡嘎，腰椎拍一拍。好，观众朋友嘛嘿哦，安尼可以缓和你的腰椎的受力，那么舒松哦。好，慢慢的圆背放起来。好，再来哦，按人的棒式，好，轴撑棒式来。好，用你的手肘长轮，长轮。好，肚子离开地板哦。好，脚撑起来，脚撑起来。好，观众朋友注意看哦。好，1、2、3，撑。好，屁股不可以翘哦，10分莫翘风来哦，要平的哦，肚子长风来。好，10秒钟哦，来训练身体的一个腹部、腹肌，好，支撑能力，还有一个肌耐力。1、2、3，好，我要放手咯。4、5、6、7、8、9、10，好，下来，好，不用松，好，把它拍一拍，泡泡嘎，不用松，放松，好，放起来，好。今日的动作有一些难哦，能做到的吗？好不好的吗？好好运动，俺能下次让来了。